华山基金会宁德天使站自民国95年建站以来，已经满19档，帮助将近300位长辈安心度日。为感谢各界支持，12号上午在宁德区一家里活动中心举办“岁月如画”感恩大会，邀请专业流体画苏香慧老师现场教学，带领长辈甲小朋友画一独一无二的作品，享受创作趣味。今天办理感恩茶会，是因为我们已经成立了19周年。那为什么今天要办结合流体画呢？因为流体画其实是时下很流行的一个很简单又很疗愈的一个画作。透过流体画的这个创作呢，也能延缓就是失智症跟就是延缓那个阿公阿嬷的老化。那因为他们可以动手拿起来，那在倒下去的过程当中，其实是一个很疗愈身心的一个过程。那我们是希望呢，就是也借由这样子的活动，让阿公阿嬷愿意出来，在这边也呼吁社会大众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加入义工的行列，一起到宅访视，然后关怀长辈。那我们的服务专线是230-2720。华山基金会宁德天使站秉持着在地老化甲社区合作理念，当年提供60长辈各种免费服务，以服务长辈行动到退车老旧、故障频繁，行车安全使人担忧。华山基金会千人千爱到替服务车募集计划，筹措太旧换新经费，以持续每个月定期访视、陪同就医、物资协助等服务。基金会欢迎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